有美國研究話打瘦瘦針，身體機能會衰老10年。近日好多新聞講美國研究發現打瘦瘦針，身體機能會老10年啊，連肌肉一齊都會流失埋啊！見到啲新聞有冇嚇親啊？想瘦身啊唔緊要啊，但係最驚就係脂肪同埋肌肉同時流失，成個人都殘晒啊！如果你真係中央肥胖影響健康，用藥物去減肥可能都有價值啊！但係而家好多人根本就唔係中央肥胖，淨係想下巴尖下個肚平啲啊，啲手腳幼啲喎，就會打瘦瘦針啦。結果肌肉同脂肪就一齊流失，磅數係輕咗啊，不過個人都殘咗咯。如果你追求唔係磅數而係線條美嘅話咧，你真正需要嘅咧係一啲局部修型。你可以試下近期大熱嘅 OnTap Pro， 佢係用冷微波能量直達脂肪層，針對局部脂肪做溶脂，例如肚腩、雙下巴呢啲位置咧，有時做運動都未必咁容易減到啊。而 OnTap Pro 可以特別針對呢啲位置去做啦。而 OnTap Pro 咧唔單止可以針對脂肪做溶脂，同時亦可以做埋皮膚嘅收緊。而 OnTap Pro 仲有另一個好處啊，研究發現咧 OnTap Pro 瘦身效果係唔易反彈嘅。我身為公司嘅創辦人，一定要講清楚 OnTap Pro 唔係一個魔法嘅儀器。如果你自己狂食唔做運動，只以部機幫你由160磅減到落100磅咧，係絕對冇可能嘅。OnTap Pro定位咧就係一個局部嘅修型，所以真正你係要問你係需要究竟全身減重啊，定係局部想線條更加之正呢？如果你想做局部修型咧，就可以約我哋做 OnTap Pro 瘦身溶脂。